人进来我的门面，以为说我这都是野草，因为大家说我的招牌应该画一下我的野草花园。听说这里有上百种香草，许多人来此寻香，却香草、野草傻傻分不清楚。周慧敏总是先提醒，别只相信眼睛。它真的都是香草，而且还可以泡茶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澳洲茶树，茶树精油的哈，可以用在就是洗头发哈，或是杀菌的，哦，真的，这个是月桂，月桂叶。小小餐厅里原来有这么多宝，这些香草植物不需等烹调入菜，直接入口，色香味俱全。我们看到这些都可以直接吃，是所以要给董奇，这很新鲜呢。都会自家种的头刚有说都会去家种的，都是自己种的。经营香草花园，都会女子回归乡野，听来是个浪漫的梦。原本经营花卉经销的周慧敏，为了这片绿色花园，煞费苦心。我在这边本来是承租，三年来，第三年是才买下这一块土地。2年前因为台风，花园毁了大半。周慧敏以客家女子的韧性重新出发，上百种香草反复试种，不改初衷。我是卖快乐赚健康，是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说生活就是这样子。因为你如果说大家都是放假日才来这边，然后大家匆匆忙忙的吃，匆匆忙忙的走，那对他来讲，他就没有休息的感觉。有点偏僻的桃园乡间，周慧敏建构一处让客人可以慢活放松的空间，也传递一种生活态度。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：你是有钱有闲，有钱没闲，还是有闲没钱呢？老板娘说，其实他自己经营的这个香草花园，动机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大家慢一点。也许来到这里，你光靠个鼻子就可以做一趟旅行了。也给董奇都可以去家中嘅，也给董奇都可以去家中嘅。